嗱，每一部情懷車嘅背後咧，都有着唔同嘅動人故事。而我今日介紹呢部情懷車咧，就同我有着千絲萬縷嘅關係，同大家去睇睇。Benz 或者叫奔馳，咁我內地朋友可能叫佢做虎頭奔嘅編號 W126嘅500 SE 啊。首先第一樣嘢，佢架車系嘅生產期咧，可以話上係車廠裏邊咧一款最長壽嘅車系。當年呢架車推出嘅時候，車評界係譽佢為一個劃時代嘅設計，甚至乎佢嘅機械咧係超越咗當代嘅水平嘅。咁你可想而知佢幾厲害啊！咁其次呢款車當年喺香港推出咧，而家大家如果有睇港產片都見到，不少啊，所有嘅富豪啊或者大佬啊，全部都用呢架車做座駕嘅。咁第三個原因，阿大叔我自己咧喺2012年嘅時候，亦都買咗一部1989年製造嘅 W126。喺我擁有咗嗰4年裏面咧，呢架車係從來冇試過罷工嘅，即係未試過拋錨啊、死火啊，甚至乎我印象中，我只係換咗2次佢嘅損耗性零件，其餘一切係相當之正常嘅。嗱，走入車廂咧，有幾樣設計咧，大家要注意下嘅，譬如話佢個手抽式嘅手掣啦，我諗好多年青一代嘅朋友可能都未見過，呢個係60-70年代 Benz 嘅設計嘅特色嚟嘅。咁另外佢個中控台雖然睇起嚟好似好簡單啊，但係沿用咗幾代嘅設計咧，其實係好容易操控同埋觸手可及嘅。另外留意下佢嗰個電動座位調校啦，只係細細地有2粒掣喺個門把度，但係操作係好簡單同埋容易嘅。哇！試完呢架車之後咧，大家就明白點解我會對70-80年代嘅 Benz 咁鍾情，亦都明白點解我會對呢款車死心塌地咗4年。嗱，中意我哋香港車大叔嘅朋友，記住關注同埋留言啦！我哋下一集見啦！